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4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，12节到19节，以赛亚书第26章第1节到第4节，彼得前书第1章13节到第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成圣。基督徒敬拜上帝都必须存有一种敬畏的心，如同圣经记载摩西第一次他遇到上帝的情景。他受上帝呼召的时候，上帝这样对他说，上帝说，不要再走近了，脱掉你的鞋子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我们受到上帝的呼召来跟随上帝，成为上帝的仆人，在生活上应该是要追求成圣。基督信仰的成圣当然是追求以上帝的圣洁为目标，但是这与民间宗教的所谓的立地成佛是完全的不相同的。民间宗教认为信众如果功德够好，他们就可以成佛了。好像那些著名的法师啊，死后将来都本身就会成为佛，受人的膜拜。基督徒的成圣，事实上就如同摩西在受呼召的时候一样，上帝告诉他说，你站的地方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也要成为圣洁，才能亲近上帝。我们的成圣是为了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神明，因为我们明白人是无法成为神明，无法成为上帝或是成佛的。我们很明白的这个成圣的目的及意义，那么我们就必须再进一步的思考基督徒要如何的成圣。英文 NIV 的翻译，今天的经文是写 Be holy。 成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不同的角度的思考。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成圣有另外一个英文字叫做 Be sanctified， 被称为圣。基督徒因为相信上帝，就被上帝称我们为圣。另外，成圣在旧约的角度还有一个分别为圣，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叫做 Kadash， 意思是被分别出来，并且是要归于上帝的。出埃及记20章第8节，在10诫的命令当中提到了安息日的诫命，那就必须要是分别为圣，归于上帝的。主所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应当常常为你们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拣选了你们，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和你们对真理的信仰，使你们先得救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3节，他说到的基督徒是借着圣灵而成圣。基督徒就是要成为分别为圣，归于上帝的人。
既然基督徒因为圣灵的充满同在之后，就成了一个圣徒，这个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成圣的，而是被上帝称的。因此，基督徒的生命就必须要被改变。彼得前书第1章13节到第16节，彼得这样告诉我们：所以你们的心要准备好，时时的警惕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耶稣基督显现时所要赐给你们的恩典之上。要顺服上帝，不可让私欲支配你们，像从前你们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样。那位呼召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，你们也必须在所做的一切事上圣洁。圣经上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基督徒就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时时的警惕，顺服上帝。因为成为基督徒是上帝所呼召我们追求上帝的圣洁。基督徒必须靠着相信、领受圣灵的同在，并且成为一个成圣的基督徒。以赛亚书第26章第1节到第4节这样说道：那一天，人民要在犹大地唱这一首歌，我们的城墙多么的坚固，上帝亲自防守这个城。打开城门吧，让正义的国家进来，让忠信的人民进来。上帝啊，你把完全的平安赐给意志坚强的人，赐给信靠你的人。要永远信靠上主，他时刻保护我们。先知说要永远信靠上帝，上帝就时刻保护我们。成圣使基督徒在生命上得救一次变成，并且是永恒的救恩。这是一种得胜的生命。重要的是有圣灵的同在以及协助。耶稣基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也是有上帝的圣灵与他同在。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也是与他同在，保守他，也使他得胜。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，12节到第19节。我爱上帝，因为他垂听我，他垂听我的祷告。我每次求告他，他都垂听我。死亡的绞绳环绕着我，阴间的恐怖笼罩着我，我被恐惧、焦虑围困着。我就求告上主说：上主啊，我恳求你，求你救我。12节到19节，上主赐给我的一切厚恩，我要怎么报答呢？我要向上主举杯，感谢他的救恩。我要在他的子民的聚会中向他还我所许的愿。在上主的心目中，他的一个子民死去是多么可痛惜的事。上主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跟我母亲一样，
我跟我母亲一样侍奉你，你已经释放了我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献感谢的祭，要求告你的名。我要在你的子民的聚会中向你还我所许的愿。我要在你的殿宇的庭院里，在耶路撒冷信守我的诺言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救恩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被改变，使我们能够因为救恩而成圣，透过圣灵的同在，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